伫咧张良的教授出面来说明进前，真理大学的学生会中昼嘛有伫淡水校区开记者会，谢完张教授，因反对学校用强硬的方式来处理。学生会嘛邀请其他学校的代表做伙来表达讲暂停文学馆刷位，以及着校长陈其民就爱出面来讲回事的。暂停大文馆刷位，校长道歉声明会。 真理大学初稿标出大文馆换色风波，唔拿文化界人士关心。真理大学学生会今日嘛召开记者会，同时邀请其他学校代表表达学生的立场。本次强封台文馆事件，对于真理校方未经合理程序竟自强行换锁封馆，我们深深的觉得遗憾。高等教育是对社会共同体重塑、使之进步的场所，本应稳健治理。 理性进步，然而粗暴对待受敬重的学术工作者的真理大学，并未有高教责任的自觉。真理大学学生会会长刘文林表示，校方应该爱互相尊重，而且理性沟通。针对这摆风波，学生会提出4点的诉求，包括向张良迪道歉，大文馆慢车签线，尊重校务定序，尊重大文史工作者。我再次强调，要求校方。 将台湾文学资料馆北迁之事，正式在校务会议中充分讨论，再继续相关事宜，且期望陈其民校长尽快出面对张教授致歉。针对今仔日的记者会，真理大学表示尊重学生开记者会意见，嘛讲目前为止也未和张良迪直接联络到，会继续和张良迪直接，希望会当直接见面沟通，详细讨论后续的处理。记者苏晴、谢桂林淡水报道。